其实我们在过程中其实是蛮辛苦的，也很谢谢美云姐，在前期跟拍到后期定剪完，其实数量上有很大的落差，因为原本只是200多颗，动画的部分其实超过他们所评估的。我剪的时候，我会去帮他们抓那个大概心里有底。那最后是定谦导演跟李忠导演，他就是拍拍我，就说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做好这样子。因为交期是不变的嘛。那我们在那个交期的原定计划中，因为会有一些算图的考量在美术跟最后产出，还有在算图的品质上来做一个平衡。短短的3-4个月，要把这整个将近快到1000颗镜头的特效数量来讲，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。所以，但我们最后有选择走即时引擎的部分，所以算是快很多。那品质上也跟王老师这边也来回沟通了蛮久，也有达到王老师这边期望的品质。这样，那我们在这中间有做了一个调整，就是说我们美术设定如果用3D 的方式把它还原出来。这也是我们梦佛客栈比较大的一个挑战，毕竟蛮多镜头都是在绿幕里面拍摄。像我们有几个状况，又把后置拿来做成布景这一块，甚至比国外的一些舞台剧来讲还丰富很多，相对压力比较大。可是，在做这整个布景的自由度来讲，我觉得用戏剧来做是很丰富的，像是明河畔上面有很多星空啊。还有一些城市冥界的一些城市景这样子，为了要让后期好做事，我们贴了很多 mark 点。在前置的过程中，我们团队在里面，所有的前置团队对我们后置团队是非常友善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对，真的。